叫做陳文輝。咁今日主唱嘅歌曲係喝彩。咁點解會揀呢首歌呢？就係因為覺得呢首歌充滿正能量啦。咁同埋亦都希望藉住今次呢個機會呢，將呢首歌送俾大家，希望大家為自己生命喝彩。Thank you。為什要受苦痛的煎熬？快快走上歡笑的跑道，成一分熱情是要發光，找緊美好。春風一吹草再蘇，永遠不見絕路，明日變遷怎麼可知道？何時悲觀信命數？似朝陽正初升，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，願知生命誠可貴，能為你鼓舞。我願給你輕輕扶，你會使我感到好驕傲，幸福歡樂陪着你去找一生美好，將一聲聲嘆息化作生命力，懷着信心解開生死結，雲霧消失朗日鋪，以真誠我祝福你會踏上那光明前路，願將一顆熱誠給你，常為你鼓舞，願將一顆熱誠給你，常為你鼓舞。Thank you.